是不是？对。好，巴以色列有19个王，北以色列有19个王。南犹大有几个王？巴以色列较早灭亡是亚述帝国灭亡的。南犹大嘛是19个王，伊拖较长伊是巴比伦帝国甲灭亡的。伫巴以色列国内面，这19个王内面有几个好王？就是圣经讲这个赞，19个王里面有几个好王？猜一个数目字嘛。一个，一个还太有信心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好，一个都没有而且内面阁有8个是去互刺杀去互害是篡位，也是讲家己自杀的这是巴以色列王的巴以色列帝国的情况南国咧，南犹大19个王，有几个好王？你用你的印象讲一个数目字出来，几个？1个。3个。对南犹大要有信心一点有8王是好王，有8王是好王。所以咱总共看起来38王内面，敢若几个是好王？8个这8个王圣经安怎写？圣经讲，因惊耶和华所看做好的事若其他30个王圣经安怎写？毋颠倒讲是安怎写？反过来讲，因惊耶和华所看做歹的事即摆害啥物叫做耶和华所看做好的事？啥物是耶和华所看做歹的事？这边安怎分？其实，规个列王记上下拢在讲，遐个故事就是咧甲咱分辨是安怎即个王会去圣经讲伊是耶和华所看做好的，还是耶和华所看做歹的？而且讲约西亚王，伊惊耶和华所看做好的事。咱若看今日的经文，会看到介大的篇幅在介绍即个王伊做2件代志伊叫迄个政府的国库钱空空的，要创啥物代志？修理圣殿修建上帝的殿你修理的过程煞学着啥物？学着啥？律法书迄律法书摕来念互王听，王听是讲无怪因为咱全国的人拢无照咱的祖先甲上帝立迄个立约所讲的代志拢无照律法书立迄个约所讲迄个约来做所以他就拆破家己的衫真悲伤即马下令全国拢安怎遵守即个诫命伊即款的心志甲即款的作为，圣经甲讲伊是耶和华咱中所看做好的事的一个王咱若去看，这是列王记列王记上下。咱若去看头前撒母耳记上下，搁较起哩迄个士师记咱的即摆的查经班，无论是拜2啊、拜5的查经班，拢咧读士师记若拜5的查经班已经到上尾到即礼拜的20、21节上尾士师记内面常常有讲一句话，讲以色列人因去行耶和华甲所看做歹的事即马因行耶和华看做歹的事，耶和华就甲因互外邦人甲因欺负，因就足痛苦，就呼叫耶和华救命，耶和华就兴起啥物？士师，士师就甲因解救，解救了咧，因就转去行耶和华所看做歹的事所以士师记是在一个循环内面一个向下循环，一个恶性的循环内面因一直去行即款耶和华所看歹的事就受外邦人的
会欺负了，上帝搁兴起士师甲因解救，解救了因搁倒去啊。啊，毋过到士师记上尾吼，就是到20章、21章的时候，伊毋是安尼讲哦，伊毋是讲以色列人去行耶和华所看做歹的事，毋是哦，伊是讲安怎？哦，这写7届吼，全本册写7届，啊，到尾仔写安怎？迄时以色列中无王，和合本是写讲个人安怎？任意而行吼，啊，啥物叫任意而行？互你听着讲任意而行是啥物意思？台语安怎讲嘛？任意而行。爱安怎就安怎啊。台语讲，即句任意而行用台语讲起来安怎讲？啊？啊，无你是要安怎？啊，无你是要安怎？拢凊彩啦，逐人照逐人的意思做，对无？吼，任意嘛吼，任意而行的翻译吼，有一点无精准吼，不太精准吼，就会觉得好像啊凊彩啦，随便做啦。啊，毋过伊原文的意思是任意而行的意思，它有讲较清楚。伊原本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讲哪？逐人行因所看做好的事啊。毋是凊彩哦，是每一个人拢去做伊家己认为是对的代志，认为是对的代志。咱的台语是安尼翻的吼，我们的汉字本是这么翻的吼，就是讲逐人拢去行因眼中所看做对的代志，还不是说任意哦，就是逐人拢去做家己认为是对的代志吼。啊，毋过咱若为4世纪全部看起来。伫耶和华所看最歹的代志，就是人所看最对的代志。我是讲伫4世纪的 context 哦，4世纪的情境内面，就是讲，这个人当这个人开始照家己的意思去做因家己认为是对的代志，通常是耶和华所看最啥货歹的代志。安尼问题就来啊！他拄讲着，咱看最好的代志有啥物代志啊？这有对无？这个代志有对无啦？无对就害啊！这拢对嘛拢好嘛啊，甚至呢，咱较有囝心的，咱会去做啥物代志？铺桥造路，造桥铺路，铺路造桥，啊，政治。周记安怎讲啊？真济送乡人，真济送乡人，互我讲做真济送乡人啊，算很多穷人，去帮助遐个送乡人，安尼有好无？有对无？啊是安怎？那以色列人迄阵伫士师记，因若认为这是对的代志吼。逐人看做对的代志去做，安尼是安怎耶和华看做毋对？是安怎耶和华看做是无好的代志，是歹的代志？咱即马共款啊，咱即马若是我要成功，我有成就吼，我要好业长岁寿，安尼敢有靠对毋对？啊，我家己好，不只是家己好咧，我搁安怎？我搁出钱出力，铺路搁造桥。请大家来食饭，啊，互送乡人拢会好日子过，是对的毋对？耶和华上帝是目眶红哦，是安怎看我袂顺眼，讲我是行伊所看做歹的代志？为什么？咱搁看一个，这咱若甲下倒迄本来是写人所看做对的代志，对无？咱甲写出来了后，若个这物件放落来一个，中插一个啥？遵守上帝诫命，安尼下骹就拢无问题啊。各位兄弟，我甲讲好清楚，有当时世界看做好的代志，耶和华上帝嘛袂看做是歹的。
啊，出问题的所在是迄个 priority， 迄个顺序出问题，哦，是咱无遵守上帝的诫命，所以以后做的代志，都拢会走前去，会出问题。哦，当咱若甲上帝的诫命放伫头前，啊，下面写怎做一切代志，其实是拢无问题的。你讲这敢有遐严重？哦，咱讲我有疼心吗？我拢会疼别人啊。啊，毋过，若讲到疼，耶稣基督甲旧约的诫命归纳，诚做两句话，耶稣是安怎讲的？你应该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安那疼主你的上帝。啊，第二项嘛，三亲像，啊来疼厝边亲像家己，对无？耶稣甲对放伫头前，甲疼啥物来放伫头前，甲疼上帝放伫头前。你讲这有啥物无共款？有啊。各位兄弟，咱会去疼啥物款的人？哈，咱会较容易去疼啥物款的人？老师，叫有老师无？老师举手。叫有老师的迄个退休的老师无？哦，咱侪退休的老师啊。老师，你拢会去听啥物款的学生？教义的人。听话的学生哦，啊，聪明的学生哦，啊，教一教就安那，会晓啊，佮举还会反六，这搞吼。咱会去听这款学生对无？啊，若迄款的，甲讲一句，甲你应六句，他不是举一反六，他是举一反六吼，不是反六，是甲你吐槽六吼。这款学生你听会落心袂？哈，咱拢讲这款的叫做啥？孺子不可教也吼，粪土之强啊呐，不可污也吼。这无效的啦，这听会落去袂？听袂落。咱人敢无听？若无上帝，人敢家己无听？有啊，啊，毋过咱会去听啥物？听迄款听咱的人，听迄咱较介意的人，咱的资源、咱的时间，咱的精神会放伫遐，咱感觉甲咱较舒适、较好做伙的人，即款的听，咱做会出来。啊，毋过耶稣甲听上帝放伫头前，有一个介大，迄个本质上的颠覆。什么意思？因为上帝的听是会当听啥物？听上帝所无介意罪人，是毋是？各位兄弟，所以耶稣捌讲过啊。耶稣讲，恁若干那听恁的人，恁若干那听恁的人，恁甲无信上帝的人有啥物分别呢？这就是真正，就爱甲上帝的诫命放伫头前，甲迄个属于上帝的价值观放伫头前，后面人要做的一切努力，较有意义，较有迄个价值。咱若无甲上帝的听放伫头前的时阵，后面要做遐一切，拢害了去啊！无论你安怎认真，无论你做偌济，就规拢害了去啊！所以咱转来看今日的经文，当这个约西亚王，伊一开始，伊就要甲国库银库内面钱坑咧。叫人去修理圣殿，这个王有好无？有哦，这个王有好哦，比其他的王，其他的王是去起造迄个偶像的祭坛，伊是去当去修理圣殿，已经是比其他的王较好啊。啊，毋过重点是啥物？重点是当因去翻修圣殿，煞去挖着进前的人。所藏的律法书，
啊，若讲到律法书是倒几本啊？各位兄弟，复习一下，科习一下。律法书是倒几本？敢是旧约39本，规个拢律法书，是毋是？是倒几本？摩西五经吼，犹太人讲迄是妥拉吼，托拉吼，摩西五经吼，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甲民数记吼，因去学着遮吼，啊，迄个书记读出来念，摕出来念互迄个王听，王听着讲，王发现讲，害啊，咱规个犹大国拢无照进前上帝所讲的遮个律法来行。所以，伊这上是讲，无怪即个咱的国家会拄着遐尼侪的代志。停一下吼，列王记上下，吼，啊，甲进前的撒母耳上下，啊，甲进前的士师记，啊，搁较起哩的生命记吼，这伫学者的眼光看起来，拢叫做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吼，就是叫。生命记史观吼，伊认为这个几本册吼，拢是有一款的立场写出来的吼，叫做生命记史观吼。啊，学者认为这款的史观是当犹太人灭亡了后，去互俘虏到外邦，啊，即马回来，转来了后，去回想。是安怎咱的国家会变安尼的时阵，啊写出来的经文，吼，叫做《生命记史观》的经文。啊，即款的《生命记史观》吼，有一个最简单的想法，就是讲，咱是甲上帝立约的国家。我是咧讲，伊是咧讲吼，咱是甲上帝立约的国家，咱若遵趁迄个约，上帝就会赐福。啊，咱若违背迄个约的，上帝就会互咱做凄惨。刚才即个简单的观念尔吼，用即个观念重新去解说因进前的历史，写出来就是《列王纪》上下。咱若看《历代志》上下内面的代志，甲《列王纪》上下内面代志吼，这像的很像，啊，毋过因的观念无共款，吼，他们的概念无共款。所以，伊才要透露一个介简单的理念。就是讲，你若听遵趁上帝的话，吼，照迄个约来行，你就得到福气。啊，毋过你若违背迄个约，吼，上帝会互你做凄惨。啊，听一下吼，你们可能会想说，啊，牧师啊，牧师啊，这甲你演过做讨厌的迄个成功神学，啊，毋共款去啊？有神无？信耶稣就代劳力士安尼，吼，信耶稣你就有落雷，吼。啊，你若无信耶稣，你就食无是无？哦，嘿，安尼是毋是做神奇啊？无共款，伊的前提是讲，即群人已经是甲上帝安那立约，已经甲上帝立约的人，立约的人，哦，你已经跟上帝讲好了，你要遵趁这个来行。所以你有遵趁，就有福气；你无遵趁，你就有灾祸。啊，毋过咱这成功神学是啥物意思？是咧诱人来信耶稣啊！你若来信耶稣，你就安那受到世界福气。啊，你若无信耶稣，你就较惨死。这两个无共款。好，我在讲这两个差异，你知道有讲清楚无？生命记史观伊的概念是已经有立约啊，已经跟上帝立约啊。哦，啊，毋过咱即摆成功神学，伊是咧好像一个交换的。哦，你若信耶稣就安怎，你若无信耶稣就安怎。这无共款哦，这完全无共款。啊，若甲生命记史观放伫咱即摆基督徒咧，哦，放伫咱即摆现今的境况，就是讲基督徒。你有甲上帝立约无？有无啊？有啊！你若甲上帝立约，安尼
生命记史观这款的观念就适用在你的身上。所以你袂使甲全台湾的百姓讲这款的观念，因为咱毋是全台湾的人民拢甲上帝立约，是干那台湾顶面的教会基督徒甲上帝立约尔。所以咱这边在讲这个生命记史观的时候，爱较细致的。讲唔对去，就变成是成功神学去啊，就变成成功神学去啊。所以转来今日的经文，约瑟啊，伊已经比其他的王较好啊，伊会摕钱，伊会出钱去起造圣殿，去修理圣殿。单单是这样的作为，他就是个好王。啊，毋过其实佫毋是的呢，他还不是哦，因为当伊听到书记念律法书的时阵，伊是安那？伊甲伊的衫啊剃掉，拆掉吼，这伤心呢。伊清楚知影全国拢无照上帝的约去行，所以下命令，全国百姓拢爱照这个约去行，甲其他迄个偶像，迄个圣殿外面迄个亚瑟拉的迄个柱子，迄个偶像，拢甲烧掉，磨做粉，等你约旦河。伊做遮个代志，确实真正是耶和华上帝所看做好的事。那敢若是去修理圣殿，结果也袂到耶和华上帝看做好的事的迄个程度、迄个标准。是安那？是尊叹上帝的改变的时阵，确实。各位兄弟，我今日所讲的，要甲大家分享，甲咱大家做个勉励。是干那一点尔，咱爱有好的行为，毋过这个好的行为是建立伫对上帝的话顶面，因为咱知影有侪个人因无上帝的话，伊嘛是有会行出咱人看做是好的行为，毋过咱若要互上帝看做是好的事。咱的行为，咱的性命，若要互上帝看做是好，安尼干那有一个前提一定要遵守，就是这个行为是建立伫上帝的改变顶面，是上帝的话顶面。所以我来到咱个人教会3冬，我一直注重爱转来圣经，咱大家读经，咱大家研究圣经。咱大家参加查经班，咱大家来祈祷会，咱大家好好看圣经，咱大家有读经的计划。因为咱若偏离这个前提，咱所做的一切其实是无采工。检采，咱众人四周围众人会甲咱学乐，毋过无拄啊好。耶和华上帝，伊会讲，这是伊所看做好的事。咱同心来祈祷。至诚的父上帝，愿阮众人心中有疼。至诚的父上帝，毋望阮众人有水有好会行做。毋过，伫遮个疼、遮个水、好个行做的基础，即些个父上帝，毋望这一切拢是建立伫你的话顶面，是伫你的改变顶面。所以帮助阮众人伫你的面头前，阮有即个心志，要好好认捌。你的话语，要好好啊，甲阮的性命甲你的话结连。你的话是活搁真实的改变，毋是干那刻伫石盘顶面，应该是刻伫阮每一个人的心盘内面。毋过，常常阮的笨蛋，常常阮的。互即个世界拖累伤过忝，常常，阮会疏忽，
阮会认为无要紧。比较阮无时常亲近你话语，求你怜悯赦免，帮助我，甲这看做至重要，互阮会当重新起造阮的生命，就亲像约瑟亚王，伊重新起造圣殿共款，伊会发现你的律法书。阿爸爸，阮要重新起造阮的生命，用你的话，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